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8号，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重建祭坛，恢复敬拜。只有2节哦，以斯拉记3章1到2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约撒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祭司同事们，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亲属们，重新筑了以色列上帝的祭坛，好照神的人摩西法律上的指示，在坛上献烧化祭。以斯拉记3章第2节。弟兄姐妹，我们过去经历过这些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严峻。记得在国内防疫提升为3级警戒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或是全部的教会都被停止来实体的聚会。我不知道你内心会有没有一种失落感，那种不自由，哇，被限制了，不能够到教会来做礼拜了。我说实在，我是有那么多的失落感哦，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不得已，我们就马上转为在线上的礼拜。那其实线上的礼拜感觉跟实体的礼拜有很大的差别。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哦。那可能你在家里，我独自一个人，或者是家里的人，就这样看着电视哦，然后再敬拜，好像不是很真实这样哦，那种真实感不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一起敬拜、一起奉献那种真实感真是没有哦。那过去这些失去自由的这一群百姓，我们来看到回到经文里面哦，在巴比伦生活大概70年，他们没有祭坛的设立，也没有机会来献祭。在巴比伦外邦的土地上，只能够可能用心用口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因为没有耶和华上帝的祭坛所以生活上便没有特别的表现。那现在呢，他们初回故土，当然必是百废待兴，事物非常的多，不过事情总有先后，有缓急，优先顺序到底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调整。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工程建造还没有开始，任何事情都还没有先做的之前，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的祭坛。这是在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原址上面他们开始筑坛，然后恢复他们对上帝的敬拜，还有就是献祭这个奉献。说到这个样的一个筑坛敬拜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到了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他到了之后，他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里筑坛献祭敬拜。那这个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祖先常常做的事情。那后来呢，摩西照上帝的吩咐，清楚就设立了各种献祭这一些的献祭充满不同的意义。在定制献祭所需要的祭物和步骤那在申命记当中做了这些的规定那要在上帝选择作为他们立他们民的居所来献祭。就是在这个圣殿当中，他们要呈现出他们的礼物，他们对神的敬拜。那当这42000多名的犹太人在大概主前的537年回到故乡之后，过了3个月，
那到了犹太历的7月大概是西历的9月到10月之间，那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原址的地方他们就渴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圣殿的原来地方建筑这个新的祭坛来献祭。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候他们虽然在第3节后面我们有看到，他们虽然惧怕住在那里的外族人因为这个惧怕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不够多而且受到当地人的敌视和反对的威胁。经文告诉我们说，可是大家同心协力，如同一人他们就是同心合意的勇敢的把祭坛建立起来。从7月的第1天起，他们便开始按照律法书所写的早晚献上燔祭。什么叫燔祭呢？就是完全烧毁，你没有再拿其他的肉，就完全烧毁献给上帝他们不仅天天献祭，也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在特别的日子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其实圣经学者要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这一些回归者他们所新建的圣殿他们的足坛敬拜，他们所献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建造。正如所罗门王那时候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按照他的心意来新建圣殿，而且他们是出于甘心乐意，也因此我们看到上帝特别地保守他们所惧怕的事情没有发生，也没有让他们在献祭的事上受到干扰。祭坛其实是敬拜上帝的一个中心，以色列人借着祭物的血，然后才可以来亲近神。那敌人的威胁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当他们与上帝恢复了交通，有了上帝的同在，就可以面对敌人，胜过敌人。此时刚回这个故乡的会众，他们正是把建筑祭坛看为他们第一件的要紧的事。所以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他们从各地住的地方就回到耶路撒冷，就聚集在那边，都起来建筑以色列上帝的祭坛。那要照着什么？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了。他怎么样吩咐设立，所以在坛上他们献燔祭，就是烧化祭。那这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他们的同心，那时他们如同一人，数万人的会众都起来，然后聚集在那边，如同一人，在表达大家同心，无一人不看这事为就是不要紧的就是每一个人都看这件事情很重要。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热心，那种对上帝的热忱好久没有敬拜了，没有献祭了，现在是我也可以参与的可能有的年老了啦，但是我可以来参与。以色列人是住在各城，此时他们就把公司各样的事物暂且放下，从各城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好像开一个国民大会一样。可见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怎样的热心是同心的，是热烈的那无非他们因为看此事是最重要。那我们看到这一群可以自由来敬拜上帝的百姓，他们在忙碌建造工程之前，他们先建造心灵的祭坛，与上帝恢复心灵的交通，亲密的关系。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敬拜与献祭，提醒你我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忙什么？优先顺序
你怎么样去安排？在生活的工作事业的忙碌当中，心灵的祭坛是荒废的吗？有没有被建造起来？若我们想要得着上帝所给我们命定的福，那我们要先设定好你的优先顺序啊。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不是吗？不管是一天的开始，你新的事业工作的开始，所以要先建立与上帝相交的祭坛，让你跟上帝的管道能够保持畅通，这样你才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与保守啊，不是吗？如果我们与上帝保持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系，面对接下来的建造工程，或许有一些的难处，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上有一些的障碍或是困境、劳苦重担，你要面对一些的艰难，但是因为你跟上帝保持有畅通的关系，你的呼求，他赐下他的力量、他的智慧来帮助你胜过这些你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来默想哦，你现在正在为什么事在忙碌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的优先顺序怎么样安排？现在安排的是正确的吗？是对的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着你的保守看顾，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建造圣殿，但是他们第一要紧就是先来筑坛敬拜献祭，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你也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建造上帝的圣殿。这个新堂我们预备要来献上在你的面前，但是最重要也提醒我们有没有建造我们心灵的祭坛，恢复我们对神的敬拜跟奉献呢？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忙碌在这些的建筑、这些的外在的工程或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能够来亲近你，与你有美好的交通，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此我们才能够在面对各样的艰难困境的时候，因为你的保守看顾同在，你是智慧各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一些的难处。感谢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让我们每一天每时每一刻都能够与主有亲密的关系，献祭、祷告、寻求你。我们相信你必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顺利。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继续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